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1，箴言18章10安尼讲：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台，义人走入去就得到安稳。三角来祈祷，你的名是坚固台，我若走入去，就要得到安稳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高至尊的上帝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信实、慈爱、公义、怜悯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宽大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公义线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我要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本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我要永远向你懊恼感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无将安全感建立伫金钱、健康、甲地位的顶面，因为这个拢会改变。独独你是永无改变的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将一世人的性命根基建立伫你的内面。互阮通掠你做阮生命最坚固的关台，因为今仔你的人走入去，就会得到安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